1999年的哦。199912月6号。1999-921，台湾发生大地震，瑞士70.3级七级大地震，中部震央全台都有感，很严重的地震七级大地震后，有复健的，有心理创伤的，要辅导。前4年，公元2000年。1979民国68年12月10号，高雄发生的那个事件，你看，
真的是吗？68年12月10号，在高雄发生的事件啊。民进党是民国75年成立的，之前那是美丽岛事件，高雄发生了叫美丽岛事件。76年才解除戒严，开放大陆探亲了，后来开放党禁报禁。77年3月，一贯道总会成立，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成立。77年3月，是解除戒严之后了，开放党禁报禁之后了，是这样的，大概是那个时期。李家同校长，让李家同校长做公益演讲，帮助英语教学。中华传统教育中心也会邀请李家同校长演讲。中华传统教育中心有频道，YouTube 有频道。
应该有个 S 吧，Speed S。那有穿比较暴露啊，外国人穿的有。左边这个穿的比较端庄啊。这谁呀？李家同校长注重台湾的英语教学。身体激素就是荷尔蒙，年轻的时候荷尔蒙浓度很高，25岁左右最高，所以要有智慧控制，要有理智啊，来控制这个荷尔蒙啊，不要被外表美色迷惑啊。
蒋中正先生和宋美龄，蒋宋美龄，宋美龄，宋美龄。1961，民国50年呢，民国50，颁勋章了哈，表扬他，称赞他对空军、对中国空军呢的贡献呢，蒋宋美龄活到100多岁，120岁100多岁。二次大战期间还在美国国会演说呢，那美国帮助中华民国，英语演说也很厉害。64年，蒋中正先生就过世了。
蒋经国总统，蒋经国总统，进入战队。穿黑色的，后来看到影片有穿红色的短裤的，海军陆战队2栖蛙人部队，蒋经国，海军陆战队蛙人部队，2栖蛙人部队。
春联，春联，春联，门联。舞龙，舞狮，12生肖。12生肖英文。千禧年运势，大英文。